新闻一开始，咱先来关心金门甲厦门海峡并存的这个事故。经过一个月，海巡署副署长柯静之带领海巡人员，搁一届去金门，去罹难的中国渔民发回来致意。因若10时有一只中国渔船伫咧金门的东定海峡沉去的这个事件，目前还是有2个船员下落不明。站回马祖的北港岛东边5.5海里的所在，嘛传出有中国渔船的船员无细字跋落海。人家县府接到通报了后，2花是搁一届同齐搜救。马祖海巡启动72点钟搜救，15暗时继续找找落水水的中国渔民，因为昨透早伫北港岛东边5.5海里的所在，有中国渔船船员好亲像咧行台时阵无细字落水海，中方通报人工县府，2花搁一摆斗阵找找。在限制水域外约2.1海里，有一名船员落海，本署基于海上人命安全救助，可与陆方搜救船舶协同扩大搜救范围，请附近作业渔船及航行船只协助救援工作。10时伫金门东条海峡沉去中国籍渔船，一共2个人下落不明，8下搜救黄金72点钟。昨早起，中国派出8只船，金门海巡队继续以4只船来找找，搁继续用遥控无人机伫空中侦察，加派畅水员渡海，暗过游玩找无。金门海峡无平静，根据平面媒体报道，伫东引岛正南边、南引岛河钓区发现差一支5星旗。东引乡长林德健表示，南引岛是无人到达，无伫限制水域内底，属于三不管地带。推测是中国渔民为表达意识形态，家己插旗。包括我们本地的渔民也好，包括这个对岸的这个渔民也好，都会在这无人岛礁上面从事一些这个渔捞的行为。15都是金门海峡并存事故满1个月，咱的谈判小组海巡署副署长柯静之带海巡人员搁一摆到金门，去对咱中国渔民的5次发挥来致意。摒弃双方的这个成见以及差异，能够尽早的回归到协商的过程。你说在复谈？对，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。渔民遗体由安置伫金门县殡葬管理所，柯静之强调，咱愿意提供家属上大关怀甲帮助，希望早日高中去协商，好过代志圆满结束。毋过无透露搁在协商的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